面對有災難發生嘅時候，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係要小心處理佢哋嘅情緒同疑問嘅。首先，家長應該幫小朋友過濾佢哋睇到嘅新聞資訊，唔好枕住開住個電視機或者 iPad， 任得佢播啲災難嘅內容俾小朋友睇，因為有啲新聞或者媒體畫面係唔適合直接俾啲小朋友觀看嘅。嗰啲畫面即使係大人睇咗，都會好難消化，情緒低落嘅。小朋友睇咗，佢哋咁細個都唔知可以點樣處理，只會增加佢哋嘅無力感同埋情緒壓力。第二，小朋友正常係會問及災難嘅情況，甚至乎係會追睇一啲新聞嘅內容嘅。因為當身邊嘅大人好關注個事件嘅時候，小朋友自不然都會好關注事件嘅進展，想知道更加多嘅細節。呢個時候家長點樣答係好重要嘅。我哋可以將個焦點放喺相對積極嘅事情上面，譬如有火災發生嘅時候，啲消防人員、救護人員係點樣積極嘅去救人，其他人係點樣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咁樣去幫助啲災民。點解你平時喺學校需要有火警嘅演習呢？有火災發生嘅時候，應急嘅步驟應該係點樣呢？第三，明白佢哋嘅情緒，可以嘅話帶小朋友去做一啲佢哋力所能及嘅事情。例如當個小朋友話個火災啲居民好慘啊，佢覺得好難過啊，你可以同佢講，係啊，我明白你好難過啊，媽媽同你嘅心情都係一樣。有啲小朋友冇咗個屋企，冇咗啲玩具，你會唔會想將你嘅零用錢、你啲玩具捐俾呢啲小朋友，令到佢哋開心返啲啊？或者去鼓勵佢哋畫一啲心意卡，送俾啲好辛苦救人嘅消防同埋醫護，俾佢哋覺得有災難發生嘅時候，佢哋都可以出到自己嘅一分力。大小係唔緊要嘅，最緊要有做就可以令人逐步擺脫個無力感。